甘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苦过了的传说。古早有一个做事人，伫小山仑搭一间草寮啊，伊先种一丛苦瓜，苦瓜大汉种土豆，土豆大汉种甘蔗，甘蔗大汉种王奶，王奶卖去带牵手。牵手卖一卡手指饲猪仔囝，猪仔囝大汉卖去买猪母，猪母阁生猪仔囝12只，猪仔囝济，番薯无够食，田园仔满野菜煮来饲猪仔。低调济囝济孙济福气，我的祖先济囝济孙济吉祥。勤俭持家是无变的家风。有一个查某当家，规名叫珍珠。伊的家风上严上酷，一碗猪肉放伫桌顶顾面子，爸新妇毋敢过来配饭食。伊的人缘上歹，买土地的饼上多，土地济，壮丁济，家运都真上。我的祖先家运都真上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分享的是台南的杜妙仪小姐所带来苦过了的传说。上日起，咱来邀请杜妙仪小姐来跟大家分享这首诗的故事。这是我写阮家族的故事。因阮的祖先算无读册。较早爸母做无迄个文字嘛吼，所以阮的祖先有一代传过一代的故事，伊讲拢是传互新妇，所以阮兜的故事是阮妈妈咧讲，伊是大汉新妇，所以伊会讲哦，上头生的时阵是搭一间草寮啊，较早迄代还是无迄个水田，所以拢是歹园啊，吼种甘蔗、种土豆，后尾啊现代是种王奶。啊，祖先是安那会当脱离这个产业，就是饲猪仔、饲猪仔囝，佮猪母佮生猪仔囝，所以会当卖以后，他有钱嘛。所以啊，因内底有一个上介厉害的查某的迄个查某祖，伊名叫做珍珠。所以这个故事做白语安尼讲，但是就是阮祖先的故事，代代相传。今仔日咱欣赏的这首诗《苦过了的传说》，伊的作者杜妙仪小姐，嘛是咱故乡生活台语诗伫咧讲解花草食物的专家。这首诗内底有写到咱台湾本土的3种的食物，包括甘蔗、土豆，还佫有王奶。继续，咱来听杜妙仪小姐为大家讲解咱台湾这3种本土的农作物。这内底讲到这个土豆、甘蔗佮王奶吼，这拢是迄个算阮草地讲的，算是咱讲歹园啊，就是水分较无遐尼丰沛的田园，较无需要水的迄个植物。啊，像甘蔗，在嘉南平原对咱台湾来讲是对虎尾到屏东拢有种甘蔗嘛，吼，所以咱足侪糖厂吼，伊讲虎尾嘛有糖厂。个台南一带嘛，拢新营拢有糖厂啊，吼啊，较早到屏东拢有糖厂，因拢是种甘蔗。啊，阮草地即个苦过了，以前嘛是种甘蔗。啊，这甘蔗吼，
咱台湾的甘蔗有分即个白甘蔗佮红甘蔗，所以咱一般咧食的甘蔗拢是红甘蔗，但是上界有经济价值的其实是白甘蔗。吼，就是较早咱讲糖厂要收的即种白甘蔗，伊非常的甜，但是伊的糖分真悬。所以台湾吼，你当看吼，其实对即个荷兰时代吼，伊就已经有种少量的迄个甘蔗，尾仔经过清朝，搁日据的时代。即个经济作物是即个甘蔗，伊当趁足侪钱。尾仔台湾的甘蔗没落吼，是因为啥物呢？因为巴西其他的所在。因嘛是种甘蔗，因的气候佮伊的土壤拢较适合。因为因的人工佮较愈俗，所以有一段时间，咱的迄个糖的外销，即个甘蔗做糖的外销，就是拄着竞争的对手，所以尾啊，咱你即摆看种甘蔗愈来愈少吼。土豆吼，这就爱讲到我妈妈的故事。我妈妈，咱讲阿母的土豆园，因为土龟寮伫个山上，咱讲嘉南大圳吼是要经过山上，所以讲伊无都种迄个需要水分的迄种农作物。所以你看伊种的讲是甘蔗、土豆，吼这种较无需要水分的。我妈妈过去土龟寮以后，听讲伊就做实种这个农作物啦。咱台湾的土豆其实一担会当收成2摆嘛。听讲妈妈就是做啊用肥，所以伊种的迄个土豆拢足大粒的。你看台湾的所有的土豆吼，一担吼，即马吼会当收偌济土豆呢？会当收8万吨，所以伊连一担的迄个产值吼，会当达到35亿，所以讲是足重要的一种的迄个农作物啦。但是要种土豆的时阵，其实伊拢着爱个因为伊的水分佮伊要种的所在。爱去小可有分开，所以你看伊拢会一零一零，水分伫边啊，伊袂直接甲伊淹落去。所以这是种土豆的一寡美感啦。土豆会当做土豆油，所以这看咱这个较早古早吼，那是拢足亲近的农作物。往来吼，其实即马是那是上界有经济价值的一种水果吼。较早阮有一个足八大兄吼，迄阵台湾的往来拢是咱讲的土凤梨吼，伊就开始咧30当前，伊就开始咧研究即个芳水往来。所以上头先的时阵，伊就咧研究啦。所以尾仔足侪品种嘛吼。往来其实有一种价数。所以往来的价数对咱讲，咱这个健康来讲是足侪人足重视，因为当抗癌啊，吼，会当消肿啊，吼，你若失眠，会人加食往来，加食往来会当个较袂感冒。因为就是讲，你有足侪病吼，其实食往来是真有真有帮助的。但是阿公阿嬷吼，上界熟的就是往来，就是咱拜拜，常常咧用的圣品。因为伊的音就是甲往来同款嘛。古早有一个做事人，伫小山仑搭一间草寮啊，伊先种一丛苦瓜。苦瓜大汉种土豆，土豆大汉种甘蔗，甘蔗大汉种往来，往来卖去带牵手，牵手卖一卡手指饲猪仔囝，猪仔囝大汉卖去买猪母，猪母搁生猪仔囝12只，猪仔囝济番薯无够食，田园仔满野菜煮来饲猪仔，低调济囝济孙济福气。我的祖先济囝济孙济吉祥。今仔日的故乡生活第一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杜妙仪写诗以及讲解自然文史，专门去电台制作，
江苏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。